这敢若较无人，大家平安。只是要来锻炼今早起要行的信息，请现甲信息547首，信息547首。咱若是看第一句，歌词是啥？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意思是什么款的诗歌呢？祈祷。所以最后的时阵有啥？巧，吼，就是安尼啦，真个啦，吼。咱若是有摕信息的，随的咱看到最后有阿门的，吼，因为咱信息内底只要是上帝祈祷的诗歌，最后才有阿门，吼，所以咱做伙来行，先来行第一集。好，预备，来。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行顺好山，心里路途，有我有你，有咱同途，一切着我困难困苦。好，来问一个问题，正经捌唱过野手？那遮细声好，所以大家拢毋捌唱过。好，安尼咱加唱几遍吼。第一集过来一遍哦，预备，来。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行顺好山，心里路途，有我有你，有咱同途，一切着我困难困苦，赞我高兴才通体会，到夜间花我手的心，赞我自己自转脚步，做人我心有些好意，有我有你强比吞吞，到你到尾我顾那亲，我到最后扫除最后，各自耶稣信心信心，希望的更多就灿烂，就过头前海路开阔，求主修书真是平安，有我忠心为你来活。袂介困难吼，真的，迄就是祈祷的时光。望咱会当透过这首信息来回应信息。这时，请咱搁现到信息297首，应该搁是咱毋捌唱过。然后信歌队也请咱分步唱哦。好，所以第一句什么人唱？天哪！好，等我偷偷唱较细声的。好，咱这谱看有吼，第一句只有男声原音的男声唱的吼，真趣味吼。然后先读一个歌词，头前有个简单的对无？来，预备来，请。最声金阿门，愿俄罗主圣名。最声金阿门，愿俄罗主圣名。最声金阿门，哇！把物，这首信息吼，对南非来的啦。好，把物是什么意思？老爸，老爸的意思吼。所以，把物，好，继续他对这边开始，阿门，把物，阿门，把物，阿门，愿俄罗主圣名，安尼。好，咱来听看卖，好啦，会晓唱的先直接来唱。第一个，天哪，加油！我帮忙小声唱哈，这样子可以开始哦。好了，可以哈。第一个音，好，预备，来。
下去，阿门，关河都主生命。阿门，关河都主生命。阿门，保护，阿门，保护，阿门，关河都主生命。好，有听到迄个 feel 无？我好像应该偷拿一支，借楼上唱一下，这样子比较完整。不好意思啊，借你的声音一下，谢谢。好，我们借那个天使的声音来，这样比较完整。因为等一下我们的那个苏类跟拢会晓，那音拢是天呐，所以头前无问题，起码有问题是我，因为我不是男高音。好，第一个音，预备，来。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保护，阿门，保护，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保护，阿门，保护，阿门，关河都主生命。我会比这样，那我们再从头来一次哈。好，这首信息嘛，赶快哦。照谱唱一遍，爱唱2届，安尼了解吼。好，咱即马来唱一遍2届。第一个音，再一次，预备，来。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保护，阿门，保护，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关河都主生命。这下金阿门，保护，阿门，保护，阿门，关河都主生命。好，咱再来唱一遍，然后吼，莫摕麦克，看听迄个声，才就知影咱会晓唱袂吼。预备，来。好，听起来无问题。把舞是啥物意思？无咱会晓唱，结果煞袂记是迄啥物意思？所以咱要吟唱的是啥？咱是做声经。阿门是啥物意思？心心所愿，咱上帝祈祷愿主成就嘛吼。然后咱学老主的性命，然后咱呼求阿爸爸。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一二。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源，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97首，齐声吟阿免。会众请起立。请犹原徛咧，做伙读尼西亚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感谢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的主，万信独一的主，所基督上帝相领，伊伫一切世界以前对地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年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事照在7晚出世，也做人，伫本了要来倒人来为咱领世界，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我受天打坐地下下地，伊要阳光再现，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会国无穷无尽，万圣处处万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做，甲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万圣一个是公道、恕道的教会，万特别一个会得到世世洗礼，万希望死人过活来世活命。阿免，请坐。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4篇，伫圣诗后面1059页。现着我来客，请会众来应。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瓦克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归土。好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讨北受冤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处罚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同心压头来祈祷。愿伫天顶的爸，你至尊至大，愿着学乐你的圣名，你的道理永远存在，你的话语永远袂废。愿恳求你圣神引带
带阮行今仔日的礼拜，尊你做大，阮也求你赦免阮伫逐日的生活当中所行一切的不义。求你借着牧师的喙，传讲互阮的信息，刺插阮的心，互阮通想起你捌借着圣囝耶稣所流的血，将阮伫罪内面，甲阮拯救出来。阮因为你的怜悯，通有份来到你的面前，用囝儿的身份敬拜。阮满心感谢阿乐，求你赐福汤教会，通成做汤地区福音的传播者。阮为着今仔日下晡的福音事工，向你祈求，求你帮赞扶持，也为着教会中得到你医治的肢体献上感谢。为着目前辛苦病痛、心内忧闷、悲伤的兄弟，求你慈爱看顾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圣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通赢过病痛的艰苦。求你互阮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行过患难的日子。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来做伙读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出埃及记6章14节到27节。现代台语译本114页，现代中文译本第54页。现在我来读，下面是以色列的族长，雅各的大囝鲁便的囝是以诺、法罗、希斯伦、甲加米，这个是鲁便的宗族。西面的囝是亚摩利、雅敏、俄亥、雅君、索哈，以及甲迦南的女子所生的扫罗，这个是西面的宗族。下面是利未的囝的名，照因的家谱是结孙、高合、甲米拉利。利未活137岁。结孙的囝照因的家族是日年、示每。高合的囝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瑟。高合活133岁。米拉利的囝是约利、是牧师。这个是利未照因的家谱所记载的宗族。暗兰带伊的阿哥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暗兰活137岁。以斯哈的囝是科拉、尼斐甲谢基利。乌瑟的囝是米沙利、以利沙法甲西提利。西提利。阿伦娶阿米拿达的查某囝，拿顺的小妹以利沙巴做某，生拿达、阿比户、阿里阿沙、以利阿沙以及以塔玛。科拉的囝是阿瑟、以利加纳、甲阿比阿萨，这个是科拉的家族。阿伦的囝以利阿撒带普帖一个查某囝做某，生菲尼哈。这个是利未人逐个家族的族长。阿伦甲摩西就是上主捌对因讲，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离开埃及地。迄两个人对埃及王法老讲，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嘛是摩西甲阿伦。赞美，请信歌词，勇气的歌。
敬得阿伦和摩西的祝福，请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伫拄则我搁伫顶头咧读一个名吼，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不过咱检查会感觉讲，读这个圣经的名有啥物款的意义？我有一个感受是，随常咱拢爱会记起一项代志，上帝会记起咱的名，所以咱爱彼此会记起，才会使。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咱所伫地所在，以及互咱知影透过安尼，咱彼此的熟悉是透过是无毋对，迄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总是某一个部分。伊也代表咱这个人，互人好叫的时阵会款式。愿上帝平安就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所以我要邀请你，若熟悉你附近的人，你会当叫伊的名，甲伊讲愿你平安，好无？来，试看卖啊！有当时啊，年纪若小可有看到一个人的面，突然间会叫袂出来，对吧？拢会安尼对吧？吼，所以记名介姓介重要，所以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软者有限有罪，因为安尼，阮也时常将人甲你放袂记起，求上帝帮助阮，因为阮知影你记得阮，就是阮袂记起你的时，你也记得阮，要听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咱敢有介意家己的名？其实有人无啥介意家己的名，所以会去改名。对无？吼，有人会无啥介意家己的名，因为咱的名通常毋是咱家己号的，对吧？通常啦吼，来去改名就可能无共款吼。通常咱家己这个名其实毋是咱家己号的，所以事实上不管咱的名安怎，其实应该拢有一个故事。我认为咱。随常，咱这个名其实有一个故事，是安怎？其实咱来去问，当然有的人可能咱问袂到。不过咱的名是一个人的外在或是内在的记号。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发起一个运动，叫做正名运动。因要求当时的政府，就是外在爱将因原底叫做三包，过去我们叫做三包对吧？真歹势，原住民无得较住伫山顶，无得较住山顶，但是咱若称做三包，正名做原住民族，这是这个。运动头一个诉求，所以这个有正名过来。事实上，这个正名运动内容阁有另外一个要求，因上是要求伫身份证顶头爱恢复因原住民传统名的权利。所以这个诉求直到11年后，因1984年要求这个正名的运动，11年后1995年，立法院才通过迄个姓名的条例修正案，互原住民会当伫身份证顶头登记家己的族群名。
总是一开始家己的族群名嘛，只会当用汉字来写，听有意思吼？用汉字来写。直到2003年，才互这个原住民会当伫这个家己的汉字边仔会当附注用拼音来并列，听有意思吼？就亲像中日教会陈克安牧师，伊的汉名是陈克安，总是伊真正的名叫做亚沙拉侯拉。好，亚沙拉。伫因的文化，所以一个名其实有迄个文化甲族群遗传的意义。台亚的名是亚沙拉，所以伊的名叫做亚沙拉。侯拉是伊的老爸名，听有意思吼？所以伊整个的名组起来，侯拉是伊的老爸名吼，所以伊的囝是。放伫后壁叫做亚沙拉，是美，是美吼，是美。所以伊的囝是安尼吼，伊的囝是美亚沙拉，听有意思吼？所以迄个名，惊一个名，其实都有迄个文化甲族群真特别的意义甲内容。咱若毋知影，咱爱去问，毋通凊彩黑白药。毋通凊彩黑白药，爱去问。过去我嘛捌主持几场的除偶像的礼拜，往往会处理到神主牌啊。那什么叫做神主牌啊？迄个是祖先的牌位，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公妈牌。咱捌听过无？捌听过啦吼，神主牌啊。这是汉人的文化内底咧，供奉这历代祖先的牌位，通常会放伫厝内底咧拜的迄主要的迄个神边仔吼，放伫边仔也是后壁，象征祖先的灵魂。神主牌啊，通常后壁会记录。历代这已经过去的先人，因的名、因的生日、甲死的日子，传统上是互男性的大孙来继承。所以伫除偶像的时阵，通常我会请主人先将后壁这个名抄落来，好好保存起来。通常是写伫后壁吼，好好甲保存起来。不过，这个神主牌啊，会当甲摕掉，因为人若在世，咱照基督徒的样式，本来就爱尊严甲孝顺。人若无伫个，咱阁需要来纪念甲会记节。总是祖先甲咱嘛是人，拢人。所以无需要特别去拜因，听意思吼？免拜因，总是咱爱会记节。所以保留遐名其实是有意义的。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份家谱是旧约这类资料真典型的写法。总是是安那家谱要出现伫这个所在，引起真侪猜测。编辑的人放伫遮有啥物意义呢？伊要对咱讲啥呢？是若敢观察到前后有两段的故事，拢讲到上帝命令摩西去见法老，摩西2摆拒绝上帝的呼召，讲家己的喙齿无法度。真含慢讲话啦，简单来讲是安尼，真含慢讲话，总是迄个字原文嘛有迄种大字的意思，所以是口字吼，迄个嘛迄字翻译起来嘛有迄个大字的意思吼。
然后前后下者的描述将这份家谱来框起来是安怎？检采是因为这是一份记载祭司家系的家谱。出来记第6章第14节 A 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就好，做伙来读来。下面是以色列的族长，所以一开始咱读到的时阵，咱会抓做下面是记载以色列所有的家谱，其实毋是哦，其实毋是，咱若好好读落去就知。不过下面我大多已经有练过，所以有可能小可读一下。啊，若读毋到，不要紧吼，这下面我来读啦吼。出来记第6章14节尾段，雅各的大囝路边的囝是以诺法罗、希苏伦加加米，这个是路边的宗族。所以对大囝的宗系写起，其实是旧约家谱标准的写法。出来记第6章的15节是安尼讲：西面的囝是亚摩利、雅敏、俄合、雅君、sở合，以及甲迦南的女子所生的色罗，这是西面的宗族。西面是雅各甲利亚的第2囝，所以到这第一个讲了，第二个讲了，所以到这甲其他的家谱差无偌济。落去就较无共。出来记第6章的16节是安尼讲：下面是利未的囝的名，照因的家谱是结顺、哥合、加米拉利。利未活137岁。利未是雅各加利亚的第3囝，总是经文真紧刷来的。伫利未这个家族顶头，所以出来记第6章的17节到19节是安尼讲：结顺的囝照因的家族是利尼加是妹，哥合的囝是暗兰伊苏哈是别伦乌斯，哥合活133岁。米拉利的囝是莫利加摩斯，这是利未照因的家谱所记载的宗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刷落来只存记录利未的这个家族。听意思吼，第一个、第二个刷落来只存记录利未这个家族下面，甚至记到第5代。上尾咱若落去拢是利未的家族啊吼，所以下面甚至阁记到第5代。新约教咧对咱讲，这部分家谱就亲像圣经其他的家谱共款，是浓缩的，就亲像歌合，咱有读到歌合嘛吼？歌合照记录，那照这的记录叫做伊是摩西的阿公。伊是摩西阿公，总是歌合什么时阵就出现啊？伫创世纪46章的11节，歌合是利未的囝。伊创世纪46章的11节，换一句话来讲，伊伫迦南地就出世啊。伊伫迦南地上当时。因选到这个大家族选到埃及的时，伊的名就伫遐个做伙行的人的顶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哥合甲摩西，因两人中间隔350冬。因为出来记第12章40节到41节讲。以色列人出
迦南地430年住伫埃及。那安尼哥哈他有可能是摩西的阿公。民数记第3章28节是记载哥哈有4个囝，因的家族的男性总共8600人。虽然安尼，总是咱嘛无需要认定这份家谱无准，因为圣经内面所出现的家谱，袂当用字面来理解。因为这编辑者的撰写，其实有伊特别的目的甲考量。近代神学家将这份家谱归类做祭司文献，所以这份家谱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追到迄个溯源到列祖，透过家谱将摩西甲阿伦甲以色列下者的先祖接起来。第二，要讲因是属利未的支族，是安怎摩西甲阿伦属利未支族这么要紧？因为利未支族日后继承了祭司这个身份。祭司伫以色列人中间是主持仪式，互以色列敬拜上帝。这就是以色列人上要紧的身份认同，真做属上帝的子民。若无安尼，因就无叫做以色列人。听意思吼？若无安尼，因就无叫做以色列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祭司主持迄个仪式，特别强调因要紧的是这项代志。出来记记第6章20节。好，到这咱会当做伙来读啊！吼，我条工放互较大，咱会当做伙来读看卖啊！吼，来，暗然带伊的阿哥约基别做某，是阿伦甲摩西。暗然活137岁，所以到这出来记记，才谈讲摩西爸母的名，进前拢无写吼，到这才写出来。暗然甲约基别的这个婚姻，后来以色列的律法中明文禁止，因为这是近亲的结合，这足近的吼，因是足近的吼，随上。近代嘛发现安尼袂使，因的亲人的迄个血缘是真近，所以既然圣经内底这家谱有特别的意思，往往是浓缩，无法度照安尼来推算因的年代。详时伫希伯来文内底真特别，老爸、阿公、阿祖、太祖。拢共字，我搁讲一遍咯吼。希伯来文内底吼，老爸、阿公、阿祖、太祖，咱知影太祖是啥物意思？对，搁较起哩吼，搁较起哩，吼，搁较起哩，太祖拢共字啦。所以迄字出来，咱嘛毋知影迄是伊的阿公、伊的老爸、伊的阿祖、伊的太祖，毋知影吼，毋知影。所以，神学家有人咧约阿检菜暗然毋是摩西的老爸，或是隔几代有号共名，这嘛真有可能的安尼，隔几代号共名嘛有可能。所以不管安怎，总是真明显，这份家谱要出现几个人，咱若伫这份家谱内底有读到遐个特别注明因活几岁，咱就知影要特别爱咱注意迄个遐个人，遐个人是啥物岁？利未、哥哈甲暗然，后面拢注明因活几岁。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叫做利未的家族。出来记记第6章21到22节，因为外口真吵，所以咱来读看卖啊吼，咱来读看卖啊，来做伙来。以斯哈
的囝是科拉、尼菲甲西基利，俄士的囝是米沙利、伊利撒反甲西提利。伫遮是咧记载哥哈除了暗男以外两个囝，其他两个囝。暗男伊的囝是摩西甲亚伦，对无？这是伊的堂兄弟啊。简单来讲是安尼，这是摩西甲亚伦的堂兄弟。哎，无，歹势，毋是，伊是迄个暗男的这个囝啦吼。好来，咱出来记记第6章23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伦带阿比拿达的查某囝，拿顺的小妹伊丽莎巴做某，是拿达、阿比户、伊利亚撒甲伊塔玛。所以刷落来，这份家谱就将焦点放伫阿伦身躯顶头。咱来知影传统的家谱未记录女性的名。总是这份家谱去记录阿伦的老母、阿伦的太太以及阿伦的新妇，这是整个阿伦的囝系。再记记第6章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科拉的囝是阿瑟、伊利加纳甲阿比亚撒。这个是科拉的家族，科拉是暗兰兄弟以斯哈的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科拉是摩西甲阿伦的堂兄弟，因同辈哦吼，因同辈，科拉是因同辈，是安怎要特别来标明伊的这个家族呢？咱爱参考看。民数记16章第1节到50节，因为后来以色列人伫旷野内底，科拉因为伊是整个利未的家族，所以伊有祭司的身份，所以伊就结党要反对摩西、阿伦以及上帝的引传，所以伫民数记16章的所在，因称作科拉迄党。到尾后，上帝受气临到，迄党互土地破裂，规个党拢吞下去。再来记记第6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伦的囝伊利亚撒带普提一个查某囝做某，生菲尼哈，这个是利未人逐个家族的族长。现在甲提醒咱，这份家谱其实提供一个真快的年代，其实是咧提醒咱，当咱读出埃及的事件的时阵。爱有真宽的历史观，因为上帝的心意透过家谱的撰写来指引未来。菲尼哈其实是这份家谱上尾一个名，咱也好好读到民数记25章的第1节到17节内底有记载日后。菲尼哈并线了上帝以色列人淫乱所发的受气，所以上帝将以平安的约，这记载伫民数记25章12节，赐予菲尼哈。所以上帝甲人结了平安的约。是伫民数记25章12节，伫遮搁写一遍。
咱爱知影即项代志伫旧约内底有啥物款的意义？伫旧约内底会当连接到伫创世纪，当上帝互大水提去了后，伊甲人所立的约，伊讲用轻放伫天顶，诚做冰雪伊受气的记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和平的约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虽然这份家谱到这来结束，其实是咧表达对利未开始到腓尼哈，因诚做祭司的每一代，包括摩西甲阿伦，虽然有亲像苦辣安尼，甲上帝、摩西、阿伦做对敌，总是做祭司的每一代，拢有人起身，重心伫即份甲上帝所立的约顶头。再记记第6章26节，做伙来读一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伦甲摩西就是上主捌对因讲，着带以色列人一堆一堆离开埃及地，迄2个人。咱来知影，伫古代圣经世界内底，一个人的名就等于这个人。圣经内底差不多是安尼哦吼，这个人的名就等于这个人。所以家谱咧记录名，无提供更较侪的资料，总是除了表达迄个血缘关系以外，人的名更较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开放的关系。就亲像咱咧摕美句去介绍自我介绍共款，会当互人来知影你的名，就会当甲你好好对话，彼此称呼。然后有机会会当更较进入深入的熟悉，所以透过叫名，要团结以色列各支族组织，成做一队一队，那亲像军队共款来出埃及。所以透过这份家谱，要叫醒一群伫埃及。互人无当作人的奴隶的迄个族群，咱爱知影，人啦，互人叫做奴隶，是有当时啊是无称呼伊的名，有可能是用一个代号来称呼尔。总是透过安尼，互因知影家己的名，甲因的家系。表示因无互人放袂记记。透过这款安尼的过程，将原本甲亲像一般山的人甲支派组织起来，这就是阿伦甲摩西的人物。出埃及记的故事是对迄个伫火烧刺皮内底出声的上帝。一开始，伫火烧刺皮内底就叫讲摩西，摩西开始的。所以一开始，这位上帝是叫人的名，后来这位上帝愿意互人伊的名，所以。摩西甲阿伦的家谱嘛，代表即群要甲上帝立约的人。你要甲上帝立约，你嘛爱互你以你的名，听有意思吼？咱若要甲上帝立约，咱毋是无名的人哦，咱是有名的人，咱嘛爱甲安尼甲上帝立约。所以，互上帝咱的名。互人知影咱的名，其实不只是甲人建立关系，嘛是搁较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
出埃及记第6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埃及王法老讲，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嘛是摩西甲阿伦。透过安尼，因才准备好，要去要求埃及王投放上帝的子民离开。2026年，就是今年的年初有一出电影叫做《世纪黑暗》，是描写戒严时期政治也未破案的一出电影，引起争议。所以，这出电影引起的争议，就促使台湾社会重新来关心过去发生伫这块土地顶头的故事。所以，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杰，伊就倡议爱重新入捌发生伫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顶头的故事。这个争议的事件，同时也带动网络甲社群媒体大量的讨论。所以有一个出版社出版少年台湾史以及转型正义的路的这个出版社叫做玉山社，发现今年这本册真大卖。这也表示真侪人要透过购买来读来填补对台湾历史事件的知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伫网络顶头，互人叫做补课，对台湾历史的补课的潮流。这嘛反映台湾年轻的一代，因检采是出世伫后戒严时期。因享受现在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同时，因开始学爱去关心过去人，互人禁止讲迄个发生伫台湾土地的这个故事。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什么是咱的命？历史甲家谱造就现在的咱。咱来承认这点，总是爱认捌咱家己，认出迄位主动呼召咱要甲咱立约信息的上帝，就需要先去认捌咱的性命甲这片咱活的所在，这片土地历史，爱知影迄就是咱的命。对安尼知影，咱对倒来，要对倒去。日本导演新海诚伫2006年有导演制作一出电影叫动画电影，叫做《你的名》。你的名当时真大卖。导演甲编剧透过这出电影，毋那咧讲人甲人。迄个情感顶头的三联系，伊用线线，迄个牵彼此的迄个线来牵调的，来表达这种情感的三联系以外，实际上内底搁较讲的是甲日本的传统文化的三连结。所以主题曲真趣味，这主题曲上尾是安尼唱，伊讲，互咱搁一摆决定要讲第一摆见面的暗号，我现在马上出发，要去找你的名。我相信上帝记得甲咱第一摆见面的暗号，伊会叫咱的名。当上帝叫咱的名时，这时就是咱爱醒来去认出伊是咱的主的时，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当你叫阮每一个人的名时，帮助阮醒来，知
主是你在叫阮，帮助阮认出阮家己的名，以及你认出你是我的主。求上帝帮助阮，求上帝记得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吟传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好善，因为路途，予我儿女有力通达，伊坐着我艰难困苦，赞我熬用听通的话。高野高花，那照的心，赞我做起，主转脚步，带人来世，救世福音。予我儿女谦卑吞论，甲你交配，那久那亲。三甲罪工，扫除罪恶，靠主耶稣坚固信心。希望的光大照灿烂，照我头前的路开阔，求主相思。真心平安，予我将心为你来活。阿门。请坐，奉献，请认真年但以献这事出现。请起立。是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活命以及一切的恩典。阮知，无论是性命、健康，也是每日的供应，拢是对你遐来的。今仔日，阮用感恩的心，将你所恩赐的一部分献予你。愿主我的阮的奉献，毋是因为阮有偌济，是出自阮听你、敬拜你的心。愿主使用这个奉献，成做教会事工的祝福，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互福音通传到别所在。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报告大生，请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暗南带伊的阿姑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暗南活137岁，出埃及记6章20节，请。暗人带伊的阿姑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暗人活137岁。出埃及记6章20节，暗人带伊的阿姑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暗人活137岁。出埃及记6章20节。掀开周报的第1页，本周甲后周，侍奉的人员请准备心，要侍奉。周间的聚会以及主日学的课程，请家己看。第2页有关奉献的明细，若是有登加，请往办公室也是长职来反映。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4月26日第1点，福音之声音乐会，伫下晡1点，伫个4楼的礼拜堂。这场音乐会是免费自由参加。第2项，行政部会伫下晡2点半6楼的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5月3号第1点，5月份的这月的中职长老是李进一，执事是罗建一、老泰山。第2点，5月份的定期的中职会伫中昼12点半701室召开，会后煞开小会。教会的消息第1点。下半年度的服侍同工的招募，兄弟若是有感动，愿意参加服侍，欢迎至4楼的公布栏也是办公室来登记。第2点，行政部的问卷，若是兄弟对教会有啥物想要表达的意见，请扫这个 QR code， 也是伫个礼拜堂外面。纸本通去填写。第3点，2026年的夏季学校开始报名，对象是暑假了后升小二，也是国一的学童。时间是7月8号礼拜3到7月12号礼拜日，地点伫咧桃园教会。详细内容请家己看，费用是1人500块。报名截止的时间是5月31号，也是讲达到50人的人数。第4点，2026年的音乐营活动的时间是7月14号礼拜2到7月17号礼拜5，下早的8点半到下晡的4点半。7月18号礼拜6下早10点有新歌的发表，地点也是伫桃园教会。详细内容请家己看。报名的费用是1人3000块，若是要借乐器的，爱自付。成人合唱团、合唱团、
逐人是2000块，时间到6月21日止。第5点，5月1号是劳动节，办公室休困1天。第6点，5月10号母亲节赞美礼拜，也是福音餐会。赞美礼拜是下晡的9点，下晡的9点半，2场礼拜是合并。上午是嘞。邀请到木声合唱团献唱，欢迎大家全家做伙来领受祝福。礼拜煞举行福音餐会，邀请对象是福音朋友甲未信主的厝内人。报名截止的时间是5月3号。第7点，5月24号野外礼拜。活动的所在是3芝礼拜堂、浅水湾13行博物馆。接拍的时间是透早的8点，伫东门国小的门口，8点30分出发。报名费是1人300块。截止的时间是5月3号12点。教会消息：三民教会设教77周年，也是因牧育馆献馆感恩的礼拜，伫5月2号礼拜六上午的10点举行。欢迎兄弟参加，若是要参加的人，请到办公室登记，航讨船接失。但是参加的人，请爱家己传交通。其他的消息，第1点是桃园互助社的礼感聚会，伫5月3号中昼12点半伫702召开，请礼感处出席参加。以上介绍内底请无顺。我来补充报告吼。头一项就是咱下晡1点伫这个所在，咱有要举办音乐会。这个是对去年开始，我就发现讲，我其实有一个祈祷。我感觉咱的教会平常时嘛会当做音乐会的所在，所以这个社区的音乐会嘛，毋望未来有可能逐档拢会当出现。所以对去年我就请东引执事殷气遮的老师来发出邀请，因真欢喜的安尼来答应。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若会使下晡1点，不管咱等下是有要留落来食饭无吼，下晡1点咱嘛会当邀请咱的厝边吼，就来听音乐会，来教会听音乐会，安尼尔吼。下晡会伫外口有一个奉献箱，是为着即场音乐会因此来奉献的啊。所以若有感动，咱会当奉献，无问题吼。那无嘛不要紧，就是咱拢做伙来听音乐，就是安尼吼，真轻松会当听美好的音乐以外，上时阁有音乐家的见证。我相信这就是伫教会内底上好的所在。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咱顶半年度就是即场社区的音乐会，就伫今仔日啦吼。然后下半年度，咱伫11月1号，咱嘛有另外一场的社区的音乐会。所以顶半年度一场，下半年度一场，拢要邀请咱大家比完心做伙来听音乐，真简单嘛真轻松。毋望咱的教会真正有充满音乐的迄款的美丽加祝福。第2项是要邀请咱大家，咱若有注意到迄个音乐营也开始报名，所以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会当来报名成人合唱，合唱真正是请这个学声乐的老师来带大家成人合唱。所以假使咱的暑期咱可能迄个儿童营，咱可能年会有小可过啊，还无法度报名。
总是音乐营是会当报名成人合唱。上时成人合唱的迄个老师佫讲吼，愈侪愈好啦吼，所以咱若愿意报名，会当来报名成人合唱，参加音乐营。所以欢迎咱大家来做伙伫音乐营内底。所以这个音乐营我嘛筹划一段时间啦，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报名参加。啊，当然，假使咱厝内底，也是咱附近的遮个子弟，咱也感觉讲因有适合报名遮个想要学遮个乐器，因为内底有小提琴、大提琴以及吉他，吼以及合唱，囡仔嘛有合唱迄班啦吼，囡仔的合唱迄班会互因唱中文以外，嘛会唱英文。因为迄个老师有受过迄个双语的教学即款的经验，所以嘛会互因吟唱英文歌。所以欢迎咱厝内底的遮个大细汉的朋友做伙来报名。上尾一项就是要鼓励大家，第一是咱母亲节刷来5月第2礼拜母亲节，要甲大家歹势，迄天无准备便当，所以咱若要参加餐会，只有一项尔，就是参加福音餐会。福音餐会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爱邀请咱厝内底也袂遐微信的厝内底的人，或者是朋友做伙来。咱有一个要报名迄个餐会，佫爱有条件的吼，爱有条件，就是迄个微信的遮个亲人朋友吼，欢迎因来。所以要请但总是真歹势，迄天无准备便当，所以母亲节咱来听木声合唱团唱了吼，就爱甲妈妈做伙食饭啊啦。意思就是安尼吼。欢迎咱大家迄天来使，嘛会当报名即个福音餐会，即个福音餐会后来会伫咱的教会遮来举行，所以请下期日后礼拜就是报名的上尾天，所以请咱下期日即个报名的日期。上时咱5月24号有野外礼拜，咱即边要去到迄个淡水三支的所在，所以上时嘛毋忘会当行淡江大桥即条搭。实上，即摆还袂开放吼，即摆行开放互人行尔。未来是，未来是会当开车尔啦吼。所以咱预定迄天是要开车行即个淡江大桥过去到三支吼，所以会当看沿海的风景。所以欢迎咱大家做伙来报名，好无？吼，请咱大家尽量报名。迄天真歹势，咱的教会。这个所在无另外一场礼拜哦吼，所以要鼓励咱大家尽量报名，咱做伙出来，吼。上尾一项就是即礼拜的拜六刷来，即礼拜的拜六是三民教会释教77周年，以及因的沐浴馆的献馆感恩礼拜。因的沐浴馆其实咱教会有奉献有得，上时。因真感谢吼，感谢讲姊妹教会的帮赞吼，顶厝因着来伫咱教会募款，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假使来使真歹势吼，即边咱无准备车辆，就请咱家己去。咱若要家己去，请来报名，因为需要报名吼，还会当互因知影准备咱中昼的食饭。互因知影人数啦，简单来讲是安尼，无需要钱吼，总是真歹势。咱若要去，爱请咱家己去。到时阵，咱的教会因有特别邀请圣歌队啦，所以咱教会有资源，就是一台车互圣歌队因去遐吼，来代表教会伫因中间来参与。所以咱若去，会当看到真侪熟悉的人吼，佮会当听到真水的歌吼。所以请咱大家若会使，请咱踊跃来办公室来报名。愿上帝平安，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
上行389首，何乐上帝至悬至尊。听起立，上行线请牧师祝祷。何乐上帝至悬至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一定献上天的万民，愿万乐的家诚心。阿门。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被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大无尽。电乐袂倒。请互相行平安礼，耶稣听。